繼續新聞時間，唔少嘅免費應用程式或者係網站靠廣告維持，但係有一啲彈屏廣告以驚嚇嘅方式吸睛。有廣告業界就話，部分嘅廣告內容靠人工智能審核。有立法會議員建議政府訂立專門廣告法監管。唔少人都機不離手，無論係打機、睇片，大家都可能試過中途彈廣告。近期有部分廣告靠嚇嚟吸睛，用到警告、小心嘅字眼，例如話手機嘅程式過期、儲存空間爆咗，有人就會唔自覺咁撳入去廣告。都多，有時上下啲 Apps 咪彈呢啲 Apps 出嚟咯。我覺得可能 low quality 啲 Apps 可能先會撳到啲廣告出嚟咯。負面少少睇就係佢純粹就係想引發你一個恐懼，引發你想一個即時行動。正常比較大啲規模嘅公司啦，一啲大啲嘅品牌啦，其實正常都會盡量去叫做避開呢啲嘅手法嘅。黃偉健話：而家任何人有電郵同信用卡就可以喺平台放程序化廣告，更加可以揀埋受眾嘅年齡，根據佢曾經瀏覽嘅內容，知道佢哋嘅口味嚟派送。而廣告嘅內容由 Google 等平台自行審批。雖然根據條款唔容許有利或者誤導，即係驚嚇式嘅廣告，咁點解篩唔走呢？佢哋冇人去做個把控㗎啦，佢已經係全部系統自動化㗎。而家可以係每一個人都係廣告商嘅時候，佢未必咁容易可以監控到咯。只要落廣告嗰個人，佢修改啲字眼，修改到令到嗰個 AI 覺得呢個唔係一個恐嚇式，就 OK 㗎啦。本港現時冇廣告法規管廣告嘅條例散落喺各處，若果經廣播機構播出嘅，就由廣播條例監管；涉及酒精、煙草、醫藥等，就由其他條例管制廣告。網上廣告就冇法例監管。而家講緊係8-9成嘅騙案個源頭都係來自呢啲嘅不良嘅廣告。社交網絡其實都係一個共同責任機制裏邊其中一份子嚟嘅，我認為，因為本身如果佢把好關，將一啲源頭將一啲不良嘅廣告落咗架，或者唔俾佢買呢個廣告，咁可能市民接觸到一啲受騙嘅機會都會減少。至於規管網上廣告應該點樣立法，佢哋就話要平衡資訊流通同自由，亦都要先諮詢業界同市民。但係都話第一步應該要先打擊懷疑涉及詐騙嘅網上廣告。無線電視記者劉俊玉報導。太平洋島國瓦努阿圖內閣通過同澳洲嘅新版經濟及安全協議。澳洲廣播公司報導，經過幾個月嘅談判，太平洋島國瓦努阿圖內閣上個星期四同意同澳洲簽訂新版嘅納卡馬爾協議。待澳洲政府最終批准之後，協議即可正式生效。預計協議將進一步鞏固兩國嘅重要安全夥伴關係。據報新版協議嘅具體條文目前仲未公開。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話，協議內容並未納入限制中國投資瓦努阿圖關鍵基礎設施及其他敏感領域嘅條款。瓦努阿圖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協議鞏固咗澳洲作為佢主要安全夥伴嘅地位，但並未阻止瓦努阿圖同包括中國在內嘅其他合作夥伴接觸。舊年8月，澳洲同瓦努阿圖初步同意簽訂納卡馬爾協議。根據當時嘅協議版本，澳洲計劃喺10年內向瓦努阿圖投資約5億美元。但係到9月，瓦努阿圖總理納柏特提出，聯合政府嘅盟友擔心協議會損害國家主權，並限制瓦努阿圖獲得其他國家提供嘅基礎設施資金，決定押後簽署。當時澳洲廣播公司報導，中國向瓦努阿圖部分部長施壓，要求唔簽署嗰份協議。推進納卡馬爾協議嘅同時，澳洲據報亦正考慮同島國斐濟簽訂一項具里程碑意義嘅安全同經濟協議，以壓制中國喺太平洋地區嘅影響力。澳洲外長黃英賢及澳洲政府太平洋事務部部長康羅伊星期二到斐濟展開為期3日嘅訪問。康羅伊上個星期受訪嘅時候話，澳洲正面對一場永久嘅競爭，強調包括中國在內嘅好多國家都致力擴大喺太平洋地區嘅影響力。而太平洋島國嘅安全問題應該由太平洋島國主導及維護。中方之前多次表明，始終視太平洋島國為好朋友、好夥伴，願意喺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等嘅原則下發展關係。無線電視記者江月報導。伊朗局勢不穩，日本零食生產商卡樂比亞話，油墨嘅原材料供應緊張，暫時會改用黑白包裝。
日本放送協會報導，零食生產商卡樂 B 星期一發聲明，話伊朗局勢持續不穩，導致石油及副產品石腦油供應緊張，價格上漲。而石腦油係印刷油墨嘅溶劑，因此由今個月下旬開始，過10款薯片及蝦條產品將由原先主要嘅橙黃色包裝轉為黑白包裝。新包裝上仲會標有石油原料同節約嘅字樣，將實施直到生產商揾到應對方案。報道話，卡樂 B 已經通知合作伙伴，並且表示唔排除會根據事態發展再作進一步調整。日本早前有調查話，當地約70%受訪企業表明，若果石腦油供應持續緊張，佢哋將會提高產品售價作應對。內閣官房副長官佐藤啓星期二透露，政府正向相關部門及機構了解情況，並計劃約談涉事嘅企業。佐藤啓解釋話，當前使用庫存嘅原油精煉石腦油嘅工作仍在繼續。日本今個月從中東以外嘅地區進口嘅石腦油數量係局勢緊張前嘅3倍，相信日本整體所需嘅供應量已經得到保障。相關部門正穩步解決任何供應唔平衡嘅問題。無線電視記者江月報導。英冠升班附加賽4強。侯城憑住超回合作客贏米和爾2-0晉級決賽。夕陽嘅餘暉靚嘅，但大家都唔想成為最後嘅光芒。米和爾門將柏達臣最唔見得光，收太陽可以光明正大咁接啦，沒收黃衫後城查理曉士嘅彈地頭槌。嗰邊門將彭道接唔住，好彩有基爾約瑟護空門，頂住波路嘅射門。侯城繼續靠高波，麥貝尼被柏達臣拖走。頭先交鋒嘅基爾約瑟被波路從後夾跌，左腳腕重創啊！半場補時要退下火線，不過送走咗佢，反而迎嚟入波。入替嘅比魯美換邊後推橫就燙。64分鐘為侯城打破僵局，下半場最殘眼係佢啊！快到冇腳影足，仲內柱入網。聯賽第6對第3，首回合0-0，比魯美再推落去，今次叫出嚟，祖謝克特一控起腳，後備上陣1分鐘咋，79分鐘為侯城拉開2-0，係眾人被撲到慢流入網嘅。比魯美交出1入波1助攻，侯城喺2017年從英超降班之後喺英冠英甲打滾，今季2循環各贏1場，比數都係3-1。今場都有機會入到3球噃，但係確斯單刀送咗俾柏達臣，晉級機會就唔俾得你啦。侯城贏2-0，合計同樣比數入決賽，對手係修咸頓或者米杜士堡。無線記者陳坤傑報導。應屆西甲冠軍巴塞羅那舉行勝利巡遊，射手利雲道夫斯基喺開篷巴士上同球迷揮手。一眾巴塞嘅職球員帶上西班牙超級杯同埋啱啱出爐嘅西甲聯賽冠軍獎杯，喺主場老營球場附近舉行勝利巡遊。主帥費力克嘅爸爸喺日前離世，佢強忍喪父之痛，帶領巴塞出戰西甲國家打比，憑住拉舒福特以及費蘭托利斯嘅入球，主場以2-0擊敗皇家馬德里之後，提前3輪肯定成功衛冕。7點半新聞報完畢，再會。有選秀經驗，